簽人數11、27按樣人講到，係咪人嘅心中中切爭，在上帝嘅裡面都係按垃圾、按污穢，所以而家人要中切三回嚟喺度，心中冇要查嚟查去，行我切嚟嚟，在上帝嘅面前，上帝都合意，上帝都歡喜。佢講人類也歡喜，而家要中切。心在三回里行到，前年11、27人講咗，戰爭係講人要快嘅心，想唔得呢個處罰，但係義人要得救。那所以自家三回里喺度係要忠切嘅心，自家得到好嘅路，忠切嘅心，自家得到上帝嘅福氣，係講唔忠切嘅心，自家得到處罰。得到上帝唔合意，要傷害自家未得到，所以自家人寫建議係好好嚟行呢個社會，唔好要壞心，唔好要綁心，唔好要做壞嘅生事，忠切嘅心，上帝祝福自家得到永遠嘅好嘅義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